艺术家陈慧明首次受到医疗院所的邀请，伫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展出探索之路的画展。原本顶礼拜开幕，因为风台的关系，上午举行开幕式，包括台南病院的院长杨延光甲黄辉院长、画家陈慧明的翁婿蔡宜章建筑师，以及这位亲朋好友拢到场出席。今天陈老师又给我们很特别的安排，那我觉得这个是难得，不只是绘画，还有音乐，还有导览这样。那他的4个主题里面，包括爱情、记忆、季节、味道，这4个部分其实跟我们医学其实是相当的有关，这样，因为都是跟人生命的悸动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想接下来的1个小时应该是相当好的一个体验。那我相信不止这1个小时，这个小时之后，我们的这一些绘画，因为其实这些绘画早就来了啦，那因为上次的台风，所以我们就延期了。我也看到我们的那一些这一些来我们医院的一些志工，还有我们的这些病人跟家属，各位可以看到那一边，他们其实也都会同步的欣赏。那我们非常的感谢这样子无私的奉献，来让我们台南医院更好。在爱情的季节里，充满着味道的记忆。如果您有想象，这有8个场所，都会有每一个主题，希望大家可以经过的时候看一下。再次经过的时候想一下，会跟您心灵上有连接，有所谓杨院长所说的悸动。这届探索之路的画展，总共展出88个作品，分做4个主题，有爱情、季节、香味加记忆等。是画家陈慧明自去年12月7的全新艺术季当中临终之路的个展以后，以现在的视野，搁再加以修正加论述。希望在爱情季节内面充满香味的记忆，探索出无同的可能路途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